想製造話題，落鹽花啦；想吸引觀眾，落鹽花啦；想增加收視，落鹽花啦。前晚嗰集衝上雲霄2，哈哈就落咗鹽花啦，所以收視咪一樣衝上雲霄啦。TVB 未收到投訴，但就引嚟馬神太太嘅投訴咯。咁厭色無邊嘅劇情，唔止觀眾頂唔順啊，作為演員嘅另一半見到都毛管動啦。講到厭色無邊噶啦，又邊及得上阿法拉女神啊？之前已經又含電筒又露底咁啊，前晚嗰集啊仲師古上，唔係又想追擊宅男啊嘛？其實真正被追擊嘅係 Chilam 就真啦，喺劇都連槍六女，仲要床戰連場添。呢個係劇情嘅一部分嚟嘅啫，並唔係呢個劇嘅中心思想嚟嘅。呢個其實都幾挑戰觀眾嘅底線。我自己作為一個演員就冇乜底線嘅，會好尊重導演嘅要求啦。不過靚靚都有底線呢，有傳佢谷肥你，費事有女埋身吧。以後拍呢啲情侶戲啊，都係小心啲好啲啦。Swiss Reborn 瑞姿來方3秒魔法能量水，一樽鎖住5大美肌能量，即時 Power Up 卓越獨家發售。